呢個業主都深切理解到一柱擎天嘅重要性。中海名都呢隻戶型咧，其實係比較多人中意㗎，因為咧佢入門口就有一個玄關位置，又唔會直衝。嗱，105方嘅單位開間嘅話咧，有成3.65米嘅，廳出陽台，咁啊傳統格式啦。呢啲行嘢咧就唔多講。嗰個名都點解咁多人中意咧？除咗呢啲高層單位可以一線望江之外咧，佢仲有成個濱江中最成熟嘅一個小區園林花園。你睇下，綠油油一片㗎啦。咁而且嚟講咧，仲要帶呢個省一級嘅藍帽小書包喎。所以嚟講咧，可以話天時地利人和都佔盡晒嘅。嗱，呢隻單位嘅話咧，佢個廚房係相當之闊落嘅，一字嘅操作台，再出嚟嘅話咧，有個生活陽台嘅。你睇下後邊雙門冰箱啊，都放得落㗎，相當之奢侈㗎啦。咁啊，傳統戶型嚟講，一條過道入翻嚟嘅話咧，就係3間房同埋功能區啦。嗱，乾濕分離冇問題㗎啦。咁啊，依間房嘅話咧係最細間房嚟嘅，其實空間感咧都係得嘅。咁轉翻過嚟啦，業主咧做咗個少少榻榻米。咁呢個改動嘅話咧，其實後期咧係可以剷翻平佢嘅，而且嚟講冇飄台㗎啦。使用率嘅話咧係拉到最高嘅。咁呢邊嘅話係最大間房啦，有成17、18個方嘅，而且嚟講嘅話咧，飄窗亦都打低晒㗎啦。咁啊，成間嚟講咧，講緊得500零萬左右可以攞低隻單位啦。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